大家有冇留意到，有時候明明只係添加咗幾篇文章，卻突然出現好多額外嘅文章？原因其實好簡單，大多數情況係因為你嘅賬號被黑客入侵，佢哋可以控制你嘅賬號發布大量垃圾文章。咁點樣避免呢種情況發生呢？有3種方法可以有效防止。第一種方法，更改受感染賬號嘅密碼。首先，你需要確認邊個賬號被入侵，亦即係揾出邊啲垃圾文章係由邊個賬號發出嘅。點樣睇？原來呢文章係用呢個賬號發出。確認後，進入 WordPress 嘅使用者管理頁面，揾到該賬號，點擊拉到底，你會見到賬戶管理，設定新密碼，系統會生成一個新密碼。更新密碼之後，新嘅密碼即生效，咁就能夠防止他人繼續使用你嘅賬號發布垃圾內容。第二種方法，安裝防垃圾外掛。你可以安裝一個防垃圾留言或者文章嘅外掛，例如 Anti-Spam-B。呢個外掛有2個重要功能。第一個功能，標記為垃圾，唔直接刪除。當外掛偵測到垃圾留言或者係文章嘅時候，唔會立即刪除，而係標記為垃圾並放入垃圾桶，咁樣可以避免誤刪正常嘅內容。第二個功能，檢查本地垃圾資料庫。外掛會比對新留言或者文章同本地垃圾資料庫中嘅資料，如 IP、URL 或者 email， 如果匹配就自動標記為垃圾並處理。第三種方法，使用 AI 開發簡單嘅垃圾過濾工具。你可以用 AI 開發一個簡單嘅垃圾過濾外掛，例如呢個外掛係由 AI 開發出嚟。呢個工具可以俾你設定垃圾關鍵字，當偵測到含有呢啲關鍵字嘅內容嘅時候，會自動將佢放入垃圾桶。此外，呢個工具仲能夠檢查管理員發布嘅文章。如果以管理員身份發布咗垃圾文章，系統同樣會將其標記並放入垃圾桶。實際操作示範。